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家医科主任杨建洲医师，今天为各位分享一句台语：唔通欺负烂土不起。烂泥虽然好踩，但也不可以一踩再踩。在以前的农村社会，最怕田里的泥土里面暗藏一些碎石、铁钉。在社会上，许多忠厚老实的人，往往受人欺负，从未报复，但却因为这样善良的个性，反而被人瞧不起。可是正直的人一旦忍无可忍，反击的力量通常不容小觑。所以唔通欺负烂土不起这句话是用来告诫大家，不要仗势欺人，恃强凌弱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